美国总统 Trump 在就任10外天就签一大堆行政命令，其中有一条就是2月初4开始要甲中国、墨西哥、加拿大的产品加扣关税。这加拿大甲墨西哥就宣布要甲美国的产品报复扣重税，也若是中国是按算要甲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。Tonight, I am announcing Canada will be responding to the U.S. trade action with 25% tariffs against $155 billion worth of American goods. 川普以组织非法移民加雷鸦片的止痛剂芬太尼无够力为理由，初时开始会对加拿大加墨西哥商品扣25%关税。加国总理杜鲁道初暗时召开记者会，宣布要同步对美国商品，特别是麦芽酒、红酒、波本威士忌，也有青菜水果、服装、体育、家用产品等来扣报复性关税。杜鲁道讲，对伊朗的临时飞机，也有阿富汗战争到卡崔娜飓风、加州的野火这天灾，美国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加拿大拢出斗相共。若是川普总统要和美国开启这个黄金的年代，上好的做法是甲加拿大来合作，毋是来顶坏加拿大。伊也督促加拿大人买本国产品，热天伫国内度假，大家团结起来，共度难关。I'm sure many of you are anxious, but I want you to know 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. 美国上大的贸易伙伴墨西哥总统谢恩鲍姆伫社群平台 X 发表真长的文章，强调墨西哥无意甲北边的邻国来冲突，而是希望合作甲对话。不过也讲已经支持经济部长这篇备案计划，捍卫墨西哥利益。有了手段包含对美国商品来扣25%报复性关税。中国商务部网站车里也发出文章，对着美国要对中国商品加扣10%关税这件代志发表意见，讲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，要向世贸组织提出要来拍官司，并且会采取相应反制做法，坚定维护自身的权益。中国、墨西哥甲加拿大是美国前3大贸易伙伴国，敢若去年就占美国4成以上的进口业。高关税做法实施了后，一定带动物价起价，所以对冲基金早在1月就已经开始对抗美国了。《公视新闻》王慧文编译。